感谢咱嘉义千岁龙云咱去台上，代表全国万岁，咱这个秘书组也是文声来向会，家父千岁接礼接驾，恭祝你圣诞千秋，又会旺盛保佑万年。今年汗血马行交头前，快看快报。妹妹，好好啊，好啊，你赶紧走。你赶紧走。哎呀，大家拢要追，拢要来扶助伊，小可爱，然后好讨钱，伊就花花款款要来离开，安尼什么人敢斗同伊？我厉害。我爱，你啊，你讲要行情，有心头家，今仔日看卖，大规兵到最后边来。是啦，这是伊的误会，这个机会上太好，你若讲伊要来斗看，无这个心，现在报讨钱，你就互伊土兵马台湾水，互伊出兵发战。看伊对你有忠心也无忠心，安尼你就你了解。哎，是你这个牛皮的头壳壳。我唔听，你就要对，讲话讲顺利嘞，不平就对。哎呀！